話說今日有個江湖人士，佢諗住去電話公司度取消啲上網 plan，佢就衝咗入去電話公司度就話：我叫癲狗，我而家想取消個 plan，快啲同我搞掂佢啊！職員就講：OK， 明白嘅，介唔介意俾張身份證我對一對個名，然之後就幫你取消返？咁癲狗就俾咗張身份證佢啦。職員望一望張身份證，對一對個資料，跟住就喺電腦度搞一大堆嘢，一輪嘢啦。跟住職員就好有禮貌，雙手俾返個身份證俾先生，佢就話：OK 㗎啦，咁補返啲手續費，我就可以幫你取消㗎啦，阿寶生。